当时我这故事是讲互知的像，我蠓仔拄好拄啊，甲讲蠓仔买蠓互你有无？啊，拄好去遐下尾要笑啊，要做头抽啊，做小照讲。啊你等讲，啊雄雄啊，隔壁德国后壁船仔鱼头遐，一尾了雄雄就是一尾鸡，死一个要来食迄落透抽大只的，小更大只的啦。啊，要来甲食无着吼，蠓仔甜的啊，伊无看，伊算讲咱若蠓仔伫海底哦，甲海豚有看，别管伊了无看，海豚足厉害，海豚袂去拢毋知影。咱嘛是叫海猪啊。伊尾是鸡，要食伊弄起鱼啊！你我讲有一尾600多斤，要700斤，要来食伊毋知影，伊弄着蠓仔，弄着蠓仔哪物哪错？我煮倒去，煮倒去可能破去，伊煮鱼疼使，我感觉我煮倒来，煮倒去，煮到尾仔讲，我甲阮个状况讲，伊要煮鱼会下起来，拄好命哦。有时600斤安尼，拄好命若下起来，伊哦去夹着蠓仔对毋对？夹着蠓仔会疼，是讲我夹着啥？比如讲拄水底下起来，阮咧船啊，你后壁蛤蟆叫下着。哦，这个精彩啊！这个我讲，今日你毋通怪啊，伊下起来啊！即个真大尾下起来，我讲你过来，我叫伊走来下骹，拄啊游下骹啊。拄加人下骹啊！紧来，你莫阁徛喺后壁迄个下起来哦，伊若无下到会烫过啊！到尾去吼，下无着，下2摆无着，第3摆去下一台，下迄船仔会穿水落。我遐后壁遐有放一个2台迄落咱砍的啊，伊记伊下这个怎啊？我毋知影。叫船啊，迄句无无塑胶的，叫杜坦梅。杜坦梅哦，伊迄枝较粗，伊片啊，比我这较粗。杜坦梅我毋知，讲奇怪。我到尾怎啊是要记哦？家己又搬弄到尾怎啊，把笑话个，锁啊去甲绑起来。蠓仔我毋知影挂，后壁我拄啊要入尾遐有迄个锁啊吼，还佫地尾线，马拉去甲绑，一尾鱼仔吼，尾你甲绑到头，600-700斤才大尾讲有法度甲绑，咱人也无法度甲绑，我2条迄落石龙啊甲绑起来，绑落，到尾只我举一个标有无？我去头前抓，我甲夹落去，夹了，然后尾只甲拖头前来，拖头前来，我讲甲绑落来好，我要来驶讲，穿迄团水啦。泉水我是讲记过来啊，等会流水，我就知影即个记吼，拄啊你后壁比起来，可能佫比迄船仔人啊比一空，搭大空，要怎来赶紧来行一个来紧吊落去面上，无歹一个空，赶紧即个鱼仔紧甲绑起来，绑个人啊离边甲家人吼，甲拖到厝个转来，拄好拖5点外钟。对对，拖过来。离边甲厝家人啊，是啊，偏遮伊啊，拖倒来，你做着讲吼，佫一条船仔拄好钓鱼仔船，佫钓3个来带，我5个拢带袂平淡。袂恁人去甲拖，阮转来无几10个啊，用要吃个啊吃个，伊咧另外是7万多块，你即久卖10万块。7万袂够咯。